真係唔可以原諒。你睇下啦，我哋花咗咁多年努力嘅結晶，竟然有人用佢老土嘅手段想偷走。警視廳公安部喺上個月15號逮捕嘅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嘅常席主任研究員，持中國籍嘅被告東京地檢喺今個月5號以違反不正競爭防止法嘅罪名起訴佢哋。被告涉嫌將有關附化合物嘅研究數據洩漏俾中國企業。據稱，中國企業申請專利並且成功取得嘅流傳出去嗰啲技術咧，依家日本咧有27間嘅國立研究開發，有外籍常任研究員嘅地方有26間，所以我認為呢隻係冰山一角。連參與研究嘅日本人背景都要好好查清楚，有超過1億日元嘅資金流咗去呢啲研究人員手上。根據警視廳公安部消息，喺日本嘅俄羅斯通商代表部前職員、一名俄羅斯籍男子同埋國內一間工作機械製造商相關公司嘅前員工，涉嫌喺前年11月同埋舊年2月非法獲取該名男性嘅公司工作時有關新產品開發等機密資料。嗰位俄羅斯間諜已經返咗國，警視廳公安部認為正喺侵略烏克蘭嘅俄羅斯企圖將可以軍事用途嘅最先進技術帶走。日本而家仲未有好似 CIA 或者 MI6咁嘅大型間諜機構，不過預計2026年嘅通常國會正式審議設立一個由官邸直接管轄嘅新司令塔，再加上去到2025年5月，政府同民間之間可以交換敏感情報嘅新保安審查制度都已經開始運作。國家情報局、國家情報會議，仲有將來嘅對外情報場，佢明聽落好似好複雜，但係其實呢啲重組同我哋日常生活同產業都息息相關。點解要咁做，同埋有咩爭議？我會跟住時間順序，簡單易明嘅同大家解釋。首先，我哋會好似畫地圖咁整理一下而家日本嘅情報功能同埋佢嘅弱點。日本嘅情報主要係由官邸入邊嘅內閣情報調查室負責，佢哋會同內閣衛生情報中心、國家安全保障局 NSS 等等合作，去收集各個部門嘅情報。防衛省情報本部、警察廳、法務省嘅公安調查廳同埋外務省嘅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都各自負責唔同嘅角色。內閣情報調查室係直接向官邸報告，佢哋會由公開情報分析 OSINT 到衛星圖片解釋，甚至到人員情報 Human 都整合埋一齊，然後向首相官邸匯報。根據官方對雷鳥嘅說明，佢哋仲負責管理特定秘密同埋協調反情報 Counter Intelligence 等工作。防衛省情報本部就負責信號情報 SIGINT， 例如通訊監聽同埋電波分析。佢哋仲會分析圖像、地理同空間情報。警察廳就負責國內嘅警備隊、反恐，而公安調查廳就根據破防法同團體規制法去做調查同監視。外務省嘅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專門負責收集同分析外交相關情報，仲會以兼職方式聘請分析各國形勢嘅人才。即係話各個部門同省廳嘅角色雖然分得好清楚，但要跨部門整合就變得好困難。最大嘅弱點就係佢一個專門負責對外居民同流動人口，等於係專門做人員秘密情報收集嘅機構。依家佢嘅情況下，因為組織之間各自為政同協作有限，要喺外交、經濟安全保障、網絡安全呢啲跨領域議題上靈活整合，真係好難做到。如果呢個弱點繼續存在，就有可能喺國際合作嘅速度同機密共享水平上落後俾盟國。對於對外工作或者外國影響力工作，如果喺專門機構長期運作，應對起上嚟都會好脆弱。跟住就講下由官邸主導，計劃會改變啲咩？睇下工程表同目標。政府打算將內閣情報調查室升格，新設一個站面叫國家情報局嘅機構，並且喺首相主持嘅站面國家情報會議入邊，統一做優先次序排序同埋指揮嘅功能。仲有中期目標方面，政府都計劃設立一個專門對外情報嘅機構，暫名叫對外情報廳。喺2025年10月24號嘅官房長官記者會上，公開嘅首相已經指示要加強情報指揮中嘅功能。政府會將相關法案提交去通常國會，如果順利嘅話，最快喺2026年7月左右就會成立新機構。根據報道，國家情報局會由各個省廳嘅情報部門收集同整合情報，而局長會有權指示將情報提供俾外務、防衛、警察、公安等等相關部門。同時，現時嘅內閣情報會議都會擴大規模，從
重組成由首相擔任議長嘅新會議體。另外，仲有構思話會設立一個專責情報範疇嘅新閣僚職位，負責監督國家情報局。佢做嘅目標係要明確司令塔嘅政治責任歸屬，令決策可以更快作出。另一方面，反對黨同市民團體就表示擔心，覺得呢個做法好突然，而且內容唔清楚，可能會影響到人權同埋表達自由。討論嘅焦點就係權限點樣劃分，監督有幾嚴格，仲有透明度夠唔夠。背後嘅原因係為咗令同盟之間同國家之間嘅機密分享可以更加順利，要統一標準。同時喺經濟、網絡安全、太空等跨領域方面，都需要有一個可以帶領國家行動嘅指揮中心。國際合作嘅要求又點呢？自從 NSS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修訂之後，呢方面嘅步伐加快咗。喺制度層面，經濟安全保障嘅新規則已經開始實施。有關保護同善用重要經濟安全保障資訊嘅法律喺2024年5月10號通過，並且喺2025年5月16號開始實施。只有通過適當評估，即所謂安全審查 （security clearance） 嘅人士或者企業，先可以接觸到政府指定嘅重要經濟安全保障資訊。受影響嘅範圍包括同重要基礎設施或者供應鏈有關，但唔係高度機密嘅資訊。如果洩漏嘅，可能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影響。洩漏呢啲資訊嘅話，最高可以被判5年以下監禁或者罰款等刑罰。針對企業方面，支援合資格營運者設施整備嘅補助制度公開招募都已經開始。呢條法律比起2014年實施嘅特定秘密保護法，喺經濟技術領域擴闊嘅適用範圍。實務上最大分別就係建立咗一條由政府安全嘅向民間提供資訊嘅渠道。特定秘密嘅運作標準亦都重新檢討，並且以經濟安全保障領域為視野，推進運作上嘅協作。另一方面，都有人指出研究同報導之間嘅界線係咪夠清晰？要保持制度嘅可信度，解釋責任同埋防止過度指定秘密係不可或缺嘅。權力越大，監督就要越嚴格。英國方面，議會嘅資訊安全保障委員會 ISC 會監督政策、開支同埋運作，而司法專員組織 IPCO 就會獨立審查偷聽同監控等敏感權力。政治監督同司法合適性呢兩大支柱係最關鍵。至於美國，就有參議院同眾議院嘅情報特別委員會 SSCI 同 HTSCI， 佢哋會長期監督，而外國情報監視法院FIS 就會審查有關電子資訊收集等嘅手令。越係侵入性高嘅手段，司法介入就越強，呢個係一個特點。德國方面，聯邦議會嘅議會監察委員會 BKGR 會監督 BND 同埋 BFV。對於限制通訊秘密嘅措施，佢哋對監察都有特別權限，議會強力監察係前提。澳洲方面，總理府下就國家情報局 ONI 負責整體統籌，仲有獨立監察官。ITRIS 會不斷檢查6大情報機構嘅適應能力同埋對人權嘅尊重。獨立監察係確保透明度嘅關鍵。日本都有眾參兩院嘅情報監察審查會，會持續監察特定秘密、重要經濟同埋安保情報嘅運用，必要時會提出建議。近年都有針對防衛省運用唔當而提出改善建議嘅例子。如果要設立新嘅國家情報局或者未來嘅對外情報牆，就一定要有政治監督同司法管控。點樣將3種獨立監察方式以日本風格結合起嚟？呢個就係關鍵所在。權限同監督一定要一齊，呢個係國際標準。主要國家嘅分工，好似美國 CIA 負責對外人力情報，NSA 負責信號情報，英國就有 MI6、MI5 同 GCHQ， 澳洲就有 ASIS 等等，呢啲都係典型例子。日本方面將人力情報同專門機構分開設立，而信號情報就透過加強現有機構去推進，呢個被認為係比較現實嘅做法。最後確認一下最近嘅時間線同國會審議會被問到嘅實務重點。2025年10月21號，高市早苗就任第104代首相，聯合政府轉為自民黨同維新黨體制之後，即時提出要加強指揮中嘅功能，創立國家情報局同國家情報會議嘅方案。政府打算喺2026年佢通常國會提交相關法案。法案通過之後，目標係喺2026年7月左右成立新組織。同時，亦有討論設立負責情報範疇嘅內閣部長職位。喺實務上，最重要嘅係要喺國家情報局呢個指揮中，佢同未來嘅對外情報牆以及實際行動部隊之間
清楚界定權限同協作關係。為咗避免出現重疊或者責任真空，必須將任務、內部監控同報告路線分開設計。監督設計方面，國際主流做法係透過國會持續監察、司法適當性審查同獨立觀察等方式嘅具體落實。日本式嘅第三方觀察同年度報告嘅公開程度，會直接影響到信賴度，對敏感設施進行實體同網絡防護，以及發生洩漏時要報告同作出糾正。至於研究同共同開發方面，要細緻咁制定運作指引同補助制度，呢個都係關鍵所在。喺語言、地區科學技術、網絡偽裝工作技術分析同埋情報工作技巧都要有系統，仲要加入同政府、民間、學界之間安全嘅人才流動同埋倫理教育。英國同澳洲嘅聯合培訓同輪調制度都已經行咗好耐。至於同盟國之間嘅合作，就要確保每日處理情報嘅標準一致，呢個係基本前提。日本近年擴大佢同美國、英國等國家嘅情報合作同會議框架，制度上佢完善都推動咗實際合作。國會審議時，權限劃分、監督設計、人權同埋言論自由之間嘅平衡，都會係主要爭議點。日本方面，所謂日本版 CIA MI6 構想嘅重點就係3層結構。由官邸直接管轄嘅指揮中心負責統籌同定優先次序，官棉就由專門機構加強 SIGINT 同埋網絡情報，就以現有機構為核心去協作，並且作出制衡。制度唔係寫喺紙上就算，仲需要長期投資去培養實際運作嘅文化。點樣打造一個可以兼顧強大安全保障同強大權利保障嘅日本式設計圖，將會係未來嘅重點。講到底，最緊要就係資訊可以快啲集中，權限同監督之間有平衡，而且制度係咪真係可以喺產業同科研現場用得住？本解說係根據2026年2月10號當時嘅公營資料同媒體報道編寫，最近有啲法案提交或者修訂，請一定要參考國會會議記錄同各方面最新公佈嘅確認。高市總理大臣今日朝早會到達華盛頓，喺同特朗普總統會面時，會討論日本喺伊朗局勢方面嘅參與等等議題。總理你就任之後第一次訪問美國，會同特朗普總統會面，針對中東局勢點樣可以平息，你有咩討論嘅打算？同時，關於特朗普總統所期待嘅派遣自衛隊去霍爾木茲海峽一事，你又點睇？如果喺會談入邊直接被要求作出回應，你會點樣解釋日本嘅立場？可以講下你嘅睇法。我而家就要去華盛頓 DC 啦，依家圍繞住伊朗嘅緊張局勢仲係持續緊。喺呢個情況之下，霍爾木茲海峽嘅航行安全，仲有包括能源安全保障，世界嘅和平同穩定都受到威脅咧，就係咁嘅情況啦。最重要嘅，無論點都好，就係要盡快令事態平息，包括咗能源安全保障在內啦。我認為咧，我哋都要致力於尋求中東地區嘅和平。至於首腦會談嘅內容，我而家唔會作任何預測，因為對方都可能有唔同嘅講法咧，所以我都唔會多講。不過我哋國家嘅立場同睇法咧，我都會好好考慮，認真啲去討論啦。當然，日本嘅國家利益一定要好好嘅最大化。如果而家嘅不穩定嘅狀況繼續落去，唔單止日美雙方，世界各國嘅經濟都會好困難，經濟同安全保障方面都會出現問題。咁所以呢啲問題呢，我都想一齊討論下。再加上我哋都係同盟國，所以同特朗普總統之間都要好好傾下。包括安全保障，仲有經濟安全保障都計埋。喺經濟方面呢，我都想確認下咁多個範疇，加強呢個關係。再者，呢個都係日本外交嘅支柱，自由開放嘅印太地區，呢個都要同美國一齊好好守住。